约翰福音第20章。礼拜日透早，天还未光，抹大粒的玛利亚去墓地，看到墓口的石已经刷开，伊就走去找西门彼得，搁去找耶稣所听迄个门徒，甲因讲：有人将主对墓里刷走，我毋知伊甲伊藏伫倒位。彼得甲迄个门徒就去墓地，两个人做伙走。迄个门徒比彼得走较紧，先到墓里。伊按落去看墓内，看到有抹布放伫遐，不过无入去。西门彼得底后嘛到，入去墓内，伊看到有抹布放伫遐，嘛看到包扎耶稣头壳的棍，无甲有抹布放做伙，放伫另外放。先到墓迄个门徒嘛入去，看了就信。因还未了解圣经的话，讲伊一定着对死人中国活。然后，迄两个门徒转去因兜，玛利亚徛伫墓外得哭，伊哪哭哪按落去看墓内，看到两个穿白衫的天使坐伫原来下耶稣的遗体的所在，一个伫头这边，一个伫骹迄边。因问伊讲：负责人，你哪在哭？伊应讲：有人甲我的主刷走，我毋知伊家藏伫倒位。讲煞，玛利亚活转身，看到耶稣徛伫遐，毋过毋知伊是耶稣。耶稣问伊：有人人，你哪在哭？你在找什么人？玛利亚想做伊是故园的，就应讲：头家，你若甲伊刷走，请甲我讲，你家藏伫倒位，我通去甲伊收回来。耶稣甲伊叫玛利亚。玛利亚活转身，用希伯来话叫耶稣：拉波尼，意思就是老师。耶稣甲伊讲：毋通甲我牵地，因为我还未上去爸遐，你着去甲我的兄弟讲，我要上去我的爸，嘛是恁的爸，我的上帝，嘛是恁的上帝遐。抹大粒的玛利亚就去甲门徒报告讲：我已经见到主。佮讲主甲伊讲这的话。共迄个礼拜日暗时，门徒聚集的所在门拢关闭，因为因惊犹太人的领袖。耶稣来徛伫因中间，对因讲：愿恁平安。伊讲了，将双手甲协的互因看。门徒看到主，真欢喜。耶稣佮甲因讲：愿恁平安，亲像爸有找我，我嘛找恁。讲煞，伊对因分开讲：领受圣神，恁赦免什么人的罪，因就得到赦免；恁无赦免什么人的罪，因就无得到赦免。多马嘛叫做地托马，意思是双生啊。伊是12使徒的一个。耶稣来迄时，无甲因做伙伫遐，所以其他的门徒甲伊讲：我已经见到主啦。多马甲因讲：我若无看到伊手中的钉子，用砖头摸钉子，佮用手摸伊的血液，我绝对毋信。一礼拜后，门徒佮聚集伫厝内，多马嘛甲因做伙，门关闭。耶稣来徛伫因中讲：愿恁平安。然后伊甲多马讲：伸砖头来遮探我的手，伸手来摸我的血液，毋通无信，着信。多马讲：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耶稣甲伊讲：你看到我才信哦，无看到来信的人真有福气。耶稣伫门徒的面前，要行真侪神迹，无记载伫这本册。记载这个是要互恁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囝。
佮互恁通过信，靠伊的名得到活命。